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地主吴天教，较早我有下愿，讲我明年若考调律师，我就会带伊来拜拜行愿，搁再恳求活本，会当保庇阮明良事业顺遂，早日会当娶到一个贤惠的媳妇。孙兄啊，添哥伊敢来啊？哦，伫内底咧拜啊。多谢多谢。添哥啊，你敢来啊？阿母，你哪即马才来啦？天啊，还恁提拜。添哥，你出来一下。好，好啦，阿明良，我出来一下。好。天安，你看恁阿母敢若足惊吓的样，唔知啥物代志哦？唔知呢。阿喜嫂，啥物代志要着急啦？添哥，阿姨也转来。阿姨也转来。啊人呢？是安尼啦，拄啊伫半路，我好甲有人咧搞对。虽然我外头看无人，也毋过我知影，一定是阿姨在咧搞对。你讲的哪对？伊是恁翁了。伊要转来就转来，咱就甲你这米相吹，一定你看唔到人啦。无可能啦！当翁仔某遮侪年啊，我哪会看唔到人？我确定是伊。伊就上好啊！你毋是等伊20多年啊？我本来是毋满意倒转来，啊，毋过伊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啦。厝内面看会到摕走，拢甲我摕去跋了了。我想讲吼，卡输来才是伊，安尼我日子都歹过啊。哎呦，这你免烦恼啦。阿姨啊，虽然是歹地路，但是你外口流浪遐尼久，这款歹习惯应当是拢改掉啊。哎呦，我希望是安尼啦。啊，毋过伊若无改，哎呦，啊我们都拖西连咯。唉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是要怎转去？医生啊，你叫我停车是要做啊？拄路边的查某囝是阮兜做陪阿姨呢，等下看卖啦。哦。阿姨。哎呀，个人伫遮啦！你敢是讲迄个阿姨？是。我就是讲叫着你陪包迄个囡仔啦，你还会去无？尾啊，你伫树仔顶绑一只纸互送我，后来你就失踪去啊。我叫做明良啊。记得啊，明良。原来恁早就熟悉啊，迄真是熟啊嘿。明良啊，落雨面啊，恁今日甲载转来啦。阿姨，行，走。无用的，多出来5公我等下，毋是办法的，我来报警。等者，你报什么警？你嘛无想看卖啊？这20多年来，咱唔知影素琴的身份，就甲请入来厝内面。你搁凊彩替伊号一个名叫素琴，可是讲你也去报警，唔是替你家己惹麻烦。一个大母人大母种的人啦，无可能啊无代无志来失踪去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是毋是对伊安怎样啊？你嘛真奇怪，是安怎要甲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落在我身上？无的确，伊就来咱会后基地啊，则直接打算甲因带楼团圆咧。无可能，这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，一定是你的地位。我甲你讲，你若了做你安尼做，我就对伊失心啦。你若对我安尼无理来处闹落去啊，我都要做互你看。你马开头，你趁钱啊！你即摆了不起啊！你摇摆想要娶细爷啊？好啦，不管你要娶细爷，你要包是查某也好，我拢袂甲你计较。也毋过，我就是不准你去送去。你妈，阮伫路边发现素琴阿姨啦，所以想要甲载转来。素琴，你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小下小姐带去山顶，你都知影我毋捌出门，我家己黑白行，煞
找无路通好转来。这秀啊，哪会安尼呢？以前种是款的，顶一暝来厝甲你冤家，即马带你出去，竟然甲你放咧，无带你转来，我就想无啦。阿姨，你放心啦，我即马转来问阮妈，看到底是啥物代志，绝对会互你一个交代。唔通啊，我也无安怎就好啊，代志过就煞啦。袂用去啦。听我的，恁转去啦。啊，耽误恁遮济时间，歹势啦，紧转去，啊无厝内人会烦恼，吼。好啦，阿姨。转去啊。苏玉，你想哪？我扶你去要休，哈。唔免啦，我家己行咯。紧啊！你这个狗狗片啊！妈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敢讲你无看？你阿爸对素琴一直袂死心。你讲，我在做伊无囝的人，敢会使当作无看去？我袂用目睭紧紧看一个煮饭的手做我的翁。哦，所以你就叫我讲家在山顶，你会自生自灭对无？我无安尼做啊！我只是想袂通，是安怎我一个做头家娘的，竟然比袂去一个煮饭的。妈，我是读法律的呢，我知影这代志的严重性啦。万一这素琴嘛，伊在山顶是胖去，还是死去哦？哎呀，我会负连带责任呢。我唔管你哪个的代志，真是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甲我母斗相共，你袂当让素琴继续诱拐恁阿爸。苏玉，好啊，莫去再哭，下当平安转来就好啊，吼，无代志。我知影，我早就应该离开这。也过，咱离开这，我要去倒位？你什么所在都拢无需要去啊！我的厝就是你的厝啊！为什么？这多年来，你给我这么好的待遇，这么照顾我，我唔知要安怎报答你。杨哥，这摆我一定要离开这，我袂用阁住落去啊！我若阁住落去，会害恁翁仔某的感情破坏。我袂用做一个破坏人婚姻的罪人。苏玉，你听我讲，我的确你也唔知影，其实表面上看起来，我甲美观的感情是真好。其实阮两个的感情已经非常冷淡啊。是安怎？我是为了你啊。苏玉，你知影无？这年1年来，我伫你身上发现了真侪优点，你这优点是美观所无，也是我所追求的。头家，我已经讲过啊，我袂去接受你的感情，请你莫阁讲啊！你若阁讲，我就即时离开这。我嘛搁啥讲啊？一摆是，我无咧考虑讲你是毋是我就接受，就向你讲这话，我想到自私无对，无所谓。我希望你能了解我对你感情，但是。咱做伙来食饭。妈，你今日知阿舅因兜迄个煮饭的阿姨是去倒？你讲啥我听无？你听无？敢讲我爱讲较清楚的是？
你甲素琴阿姨载山顶，空放的无共载倒转来，你是安要安尼做啦？秀华，明明讲的是真实的。嘿啦，啊，着阮为后了要回来的时阵啊，伫咧半路拄着迄个素琴嘛，阮着甲送转去啊。秀华，你是安要安尼做？阮啊是一个误会啦。玲玲啊，素琴讲转来。阮看到伊的时阵，伊规个人安尼戆神戆神，啊，足惊吓的。我本来要甲送去病院，伊就坚持讲要转去啊。你看嘛，我讲是一个误会嘛。我来看嘛。秀华，秀华，玲玲，详细情形是安怎？我看迄个情形，敢若妈甲迄个素琴阿姨有啥物冤情？无是咱妈就爱共载山顶，迄山内到底呢，啊，拢无顾伊的生死。无可能啊！我是捌听你妈妈讲，讲恁阿姑启东啊，伊对素琴有意思。照你讲，会对素琴嘛安尼啦，应该是恁阿金，无应该是恁妈妈。这件代志，我本来是无应该插嘴，但不过我想，这可能真正是一个误会啊。而且阿姨即摆已经去找伊啊，那安尼咱就等伊回来才去讲嘛。爸，爸，你是要倒爸？哎呦！哎，就安过去。哎，这代志哪遮尔奇怪，规安尼雾雾煞煞，我拢看拢无呢。哎呦，我嘛想讲，这件代志应该无遐尼简单。迄个素琴阿姨，我较早就捌伊啊，尾也拢无伊的消息，想袂到伊竟然伫我来军兜煮饭。这件代志哦，就交因去处理就好啊。明了，我还阁有论文还未写完，我想我还是先回来去。好啊，无我送你转。哎，亮亮，啊我嘞，亮亮，哎呦，要讲气死，根本拢放我孤单一个人。秀华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，一定要伫外面讲啦？是毋是甲素琴有关系的代志？我知影啦，一定你嘛是看袂惯伊对你那遐高高低，所以想要替我出一口气，对无？阿嫂，我唔若替你，嘛是替我家己出一口气。哈？敢讲素琴嘛去诱拐你说明？唔是诱拐的问题，伊根本就霸占月薪霸占20几年。阿嫂，你敢知素琴伊是啥？伊就是淑姬，伊是淑姬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我是前几工才知影，说明电子内底夹一张淑姬较早的相片。我无意中发觉，才知影这个秘密。一口气，我吞袂落去。我毋知将淑姬藏在衫内底，想要较问个清楚。谁知影讲？家己无注意，煞摔落坎脚内底落去，想要哭，竟然叫明良伊个救倒转来。那安尼是要安怎？假使讲说明若知影淑姬伫倒位，伊敢会甲带倒转去？我绝对袂用这种代志来发生。阿嫂，你还甲我斗骹手，想办法将素琴带入去骂甲。要若无，咱说明若是赶来，伊就发觉这个秘密啦。也毋过。伊即摆已经对我有戒心啊！你叫我带伊离开马甲，我无一定叫伊行呢。小等者，你要去倒位？我问秀华，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，妈，你莫烦恼啦。我是毋知影哥想要安尼做，也毋过伊一定有伊的原因。我一定是想要替你出一口气，春生啊！啊，我即摆无法度甲你解释，也毋过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甲阿母斗相共。你先想办法甲素琴骗离开咱兜。啊，妈，你想要安尼做啊？爸若知影一定发生地，这对你有啥物好处？只讲起来话头长啦，辉弟哦，你先将伊骗出去，甲我讲啊。阿姨，春生，是你啊？我实在想无呢，哪会发生这款代志啦？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咱就莫搁提起啊。我知你是无想要个代志愈舞愈大，你向拢是真善良，处处拢替别人想。我自细汉就是你伫咧照顾我，你是啥物款的人，我敢会无了解晓？也毋过即马这恐惊毋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啦，
阮爸爸已经去找阮阿姑啊，你想因见面了，敢袂起冲突？啊，可阮妈妈嘛为了这件代志，讲阮爸咧冤家。但是那变甲安尼，这毋是我的本意。这当然毋是你的本意啦，要不这件代志是因为你引起的啊。今晚若要做你这件代志，一定爱你出面。你若无出面，我嘛毋知我这个家庭会讲闹到变到什么款的地步。那呢？你要爱我安怎做？你对我早一逝啦。阮爸爸上听你的话，只要你肯出面替阮阿姑讲情，就绝对无代志啊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阿兄，我才要找你。我问你，到底你是对素球安怎样咧？阿兄，那我哪有对伊安怎啦？就算讲我对伊安怎，迄是为着我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你讲这有什么意思？我听无。假使我来甲你讲，素琴就是俗机，你就知我咧讲啥意思。你是讲谢明以前迄女朋友，迄个小鸡啊？论着，我唔相信。我本来嘛唔知影，我是无意中去看到谢明夹伫厝内底迄张手机较早的相片，我才知这一切。哎呀，你认真想看卖啊！谢明若知影讲素琴是俗机啊，伊一定将伊接倒转去。然后呢，我伫世界我阁有啥物地位？阿公，谢明若知影讲你将俗机啊藏伫恁兜藏20几年，伊心肝会安怎想啦？你要安怎样想？哈？我当初叫的时阵，伊死去记伫啊。搁再讲，伊无钱无钱，我带倒斗三工，安尼换着啥物做？我着倒一条啊！这话拢你咧讲的啦，你无可能谢明会相信你。我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，我毋只会将手机载去山顶去哩。只要若消息无伫的，是毋是这代志都拢无存在啊？原来这代志，谢明知影。伊也无啥清楚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不过我相信讲，拄则我出门了后，伊一定为后壁落来。哎呀，你若无想要我拄则讲的代志拢来发生，你顶下阻止谢明去手机啊！马秀华，你谁来要来做？你谁来害手机啊？我无啊，我哪有啦？都讲无，拄则我听甲伊称二错哦，你心肝来这么凶啊？哈！话敢袂当好好讲，无啥物好讲的啦。你两个兄妹都共款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是来甲手机藏在你兜藏了20万年，你到底有啥企图？你讲，我有啥物企图？我唔知这代志啊！我嘛是拄仔听小华讲，我才知影咧。搁再讲，有啥物证明讲素琴袂手机啊咧？你无拿证明，好，我今摆就来你兜找伊，我证明互你看。小等下，即摆去无伫马甲，无伫咧马甲，哪个人伫咧倒？讲啊！阿姨，俊生啊，啊你讲要带我去找恁老爸，啊你哪带我来遮？阿姨，坐坐啦。咱等下稍等一下，然后吼，因就来遮找你啊。哦。阿姨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啦。你已经失去记忆20几年啊，从阮即摆命恢复记忆，你上较想要做的代志是啥？假使我若是有亲人，当然我希望会当甲因团圆。也毋过，我伫咧恁兜生活遮侪年啊，正经若是要叫我离开，我也足袂惯势的。素琴，头家娘，拄则你讲遐话，就是你唔愿意离开马家照康。你实在足厉害的，你一个人竟然害两个家庭，惹遐尔大的风波。头家娘，我无。你甲秀华的代志，等伊来自然会甲你解决。也毋过你甲启东的代志，我无法度再再忍受啊！